新竹的光华堂有102年的历史。过去日本时代主要是集会甲社会教育的场所，后来经过2届大整修，目前是新竹生活美术馆。最近有邀请艺术家替光华堂画壁，甲墙面的壁面是砖头甲真特别。哪画图哪向来参观的囡仔小解家己的创作，来自台中今年38岁艺术家齐志宏，以怪兽龙做主题，利用画笔要来替光华堂外口原底已经老过的壁面穿新衫。我觉得很稀奇，就是每只恐龙上面都有很多独特的花纹。我觉得，艺术家很有创意，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颜色，还可以做出那么漂亮的画。把已经有点复古怀旧的瓷砖墙，再加上一点鲜艳的色彩，然后就会吸引大家来看，然后也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家来关注古迹。新竹光华堂在日本时代是民众集会的所在，后来改做社会教育馆以及文化活动场所。民国97年才改做新竹生活美术馆。1919年经过大改造，这摆用来创作的壁面，就是过去留落来的墙围。吸引人家来看的话，然后顺便把这个地方的历史一起了解的话，我就觉得可能就产生效果。日治时期所盖的这个公会堂，距今现在已经有102年了哈，遗留的一个瓷砖的一个壁面，那目前属于闲置的状态，用艺术介入空间的方式，那我们的这个墙面具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画面。原本老旧的壁面，哪亲像艺术家的画纸，经过艺术家的创作，变成色彩丰富的艺术品，幕后新竹光华堂穿新衫，加添新的活力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